敬听陈牧师，咱的姊妹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会当日会使去伫遮参咱正大街三角敬拜上帝，会使去咱的信息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米迦书6章8节是圣经内面真出名的一节圣经节，会当帮助咱了解上帝伫咱的身躯顶，伊所欢喜的是甚物。米迦是主前750年到686年的先知。当时百姓受外邦欺负，抑过因的心无归向上帝。因所犯的罪分做两方面，第一方面就是因对上帝不忠，因对这外邦人去拜偶像，将上帝的信息、将上帝对因的疼拢袂记，袂记录上帝。第二就是因百姓中间互相欺压、互相剥削，无行公义，欺负送养人，贪爱钱财。所以这个罪透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不得不爱对因来施行刑罚。所以上帝就叫米迦伫遐发出警戒，就是讲恁若毋悔改，就周围的国家要来欺负恁，恁的受掠到伫别个所在，伫遐做奴才，伫遐会真痛苦。这有言到主前734年，果然有亚述的军队来攻打因，有真侪人受掠。到伫主前721年，咱看撒玛利亚城受攻破，北以色列亡国，城加做趴远的所在。所以先知的预言应验伫以色列百姓中间。伫米迦书内面，虽然有上帝刑罚的警告，总是请咱毋通袂记。咱的上帝是慈悲怜悯、赦免咱的上帝。伫迄个刑罚的背面，又伫遐佫发出愿望的呼声。所以伫米迦书内面，愿望声音，甚至是预言到伫弥赛亚出世。耶稣基督要出世伫伯利恒。伫米迦书5章2节，讲伯利恒以法他，你伫犹大这的乡舍中做弥赛，要有一个对你遐出来。伫以色列中间，交我做掌权的，伊的军员对古早、对第一起头就有。上帝是创造、掌管历史的主宰。米迦伫主前750年就预言到伫750年后，弥赛亚要出世伫伯利恒。人类最大愿望就是上帝的囝，真侪人来到伫这个世界，出世伫迄个上卑微的马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会当体会上帝疼咱的心肠？上帝毋但是一个毁灭的神，伊佫较是一个拯救的神。伊爱咱悔改伫伊的面前来行公义，心存怜悯、谦卑、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所以今仔日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是毋是时时刻刻有存一种我要互上帝心欢喜？上帝爱咱做甚物？米迦书讲真清楚。第一点就是，独独爱你行公义。什么是公义？公义就是公正、正义，无摇拽、无冤巧、无欺骗。伫圣经内面，特别是诗篇内面，有真侪有关公义的信息。诗篇第一篇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侮慢人的位，即号人有福气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。伫第4节佫讲，无行公义的歹人，要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。所以，今日公义的人，上帝要祝福伊，到伫伊行行顺顺。今日公义的人，就是参上帝三角行的人。这使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礼拜拢有来教会，总是伫其他的6日，咱伫咱的工作场所，咱伫生意场参社会人往来，咱照世俗的方法，无行公义。欺骗、偷奸减两，咱敢会当参上帝三角行？有真侪代志虽然少，总是你若知影上帝无欢喜，咱就毋通去行。所以咱要有一个心志，伫上帝面前，我要保守我家己行入公义的路。第二，耶和华爱你什么？心存怜悯，就是有同情、有赦免、有慈爱，迄款心，正如歌罗西因书3章12节，伊讲：恁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圣也得着听的，就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行。
所以，咱既然是上帝所拣选，阁是上帝看做圣的百姓，是上帝所疼的，所以咱对人就爱有怜悯的心，互相宽容，互相赦免，亲像主捌赦免咱同款。第三，耶和华爱你什么？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合行。通常咱咧讲谦卑的时，咱拢会想讲谦卑，敢是一种德行，就是人甲人斗阵的时，真客气，真有礼貌，无去乒乓人，无夸口，差不多谦卑就是安尼尔。总是弥迦书内面所讲的谦卑，有搁较深的意义。弥迦书内面的谦卑是强调3点，然后别个人我希望你会使记落来。弥迦书内面所讲谦卑，第一点就是讲，我是出于上帝，承认讲我对上帝遐来，我出于上帝。第二，我需要上帝。第三是，我要归回伫上帝。承认我是出于上帝，我的活命是对上帝遐来，上帝是我的创造者。伫咱还未出世之前，上帝就捌咱啦。咱遐伫老母的腹肚内面的时，上帝就开始甲咱塑造。所以，即款创造的奇妙奥秘，咱有时咱想袂通。像那世界遐尼大，上帝竟然捌我一个人，因为伊是你的创造者。咱看有一日，当使徒保罗伫雅典城，伊看到雅典人伫遐咧拜，雅典人所有的神拢拜，拜真侪神。因行去拜了闹交去，因起一座坛，面顶设一个牌仔，写上“未捌的上帝”。所以保罗伫遐看到这座坛，保罗是抓条机会甲因讲：恁所敬拜这位未捌的上帝，就是创造宇宙的主宰。咱拢是伊创造的，所有的活命拢是出于这位上帝，伊是创造的神。所以伫上帝面前谦卑是大声承认讲，我是出于上帝，我对上帝遐来。第二，则是我需要上帝。基督徒有2种平行的身份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是罪人，咱是污秽垃圾的。圣经讲，亲像虫。所以伫以赛亚书内面讲，你即尾虫雅各，人亲像虫，咱嘛亲像一粒土沙，海底一滴水。这是讲啥？这是讲人的智微性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圣经嘛甲咱讲，伫创世纪第1章26到28节，圣经甲咱讲，咱是上帝创造最观点。人是照上帝形象、照上帝款式创造的，上帝佫分伊的灵入人的心内，入人的心内，所以咱就真做有灵的活人。所以咱是伫这2方面平衡。一方面讲啥？讲我袂当做什么，总是保罗讲我凡事拢会。是安怎？一方面讲我袂当做什么，保罗讲我凡事拢会，就是当我的性命甲上帝性命连接起来的时，当迄位创造者伫我的内面的时，当我倚靠伊想使我快乐的时，我就对迄个袂当做什么，变做我凡事拢会。所以保罗讲，靠着加添我快乐的，我凡事拢会。今仔日，咱的社会，咱拢鼓励人对家己要有信心，若无咱做代志袂成功。总是迄款的信心，是咱爱定根伫上帝的内面，定根伫创造咱上帝内面的时，咱才会当有迄款的自我的信心。真可惜，有真侪时阵，人有成就，人就袂记录上帝。我无上帝嘛是过甲真好势，我无上帝身体嘛真健康，我无上帝经营事业嘛是真成功。有啥物无共？离开上帝成功是亲像无根的。离开上帝成功是你伫世上的成功，毋是你伫上帝目睭前的成功。宇宙光12捌写一篇文章，我看了真感动。我有上网去查这个故事。讲有一个囡仔叫做 Thomas Monahan， 这个囡仔4岁老爸就过身，老母无法度养饲伊甲伊小弟，伊小弟差伊2岁，所以到伊6岁时，甲这对兄弟送到一间天主教的孤儿院。因为孤儿院内面拄着一位会晓将因看做宝贝的修女，这个修女叫做 Sister Barbara。伊常常鼓励这个囡仔。
伊甲伊讲你若对家己有信心，佮对上帝有信心，无一项代志你未成功。对家己有信心，对上帝嘛要有信心，会晓倚靠上帝。这个 Thomas， 伊细汉的时真爱讲求。伊讲伊细汉的时有3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伊要趁大钱。咱知影，伫孤儿院大汉的囡仔真心善，迄个人家庭内面真好个遐同学。所以伊第一个愿望，伊愿望讲伊大汉了，伊会当趁大钱。第二个愿望，因为伊真爱讲球，所以愿望讲以后会当成做一个职棒选手，职业讲球队的选手。伫美国职业讲规迄个职棒选手的薪水是足悬哦，年资几百万、几千万美金，毋是台票。所以愿望讲，我大汉我要做一个职业的选手，讲球。第三个愿望，伊要做一个啥？伊要做一个神父。伫天主教孤儿大汉的囡仔，因真尊敬神父，所以伊讲我以后我嘛要神父，甲神父共款，我要做一个神父。所以这3个愿望看起来有冲突，要做职棒选手，要去做神父，要去趁大钱。虽然是安尼，总是这个囡仔真拍拼。伊讲伊细汉的时定定讲球，下课了拢爱参加讲球队。讲球拢会较晚转来，晚1点钟、晚2点钟转来到迄个孤儿院，迄个收入不但无甲责备，佫常常甲伊鼓励。这个收入甲伊讲，我知影你真爱讲球，你爱继续加油，有一日你一定会成功。这收入甲伊鼓励。后来这对兄弟大汉离开孤儿院，伫1960年，因2个人拢总美金75块，因甲银行借500块的美金。因去甲一间迄个披萨店 ，Dominic 披萨店买落来，2个兄弟伫遐经营这间店。伫8个月了，这个小弟叫 James， 小弟因为日时伫邮局上班，暗时过来顾这间披萨店，真无闲，所以伊甲伊兄哥讲，伊讲我想要退股。伊兄哥讲你要求什么？伊讲我只爱你，互我一台福斯2手车，2手的车，福斯的汽车。所以这个兄哥马上买一台车，互这个小弟正做退股的这股金。所以剩一个兄哥 Thomas， 伊认真经营这间店。伊讲本来是爱40分、50分才送会到的所在，伊研究迄个地图路线，找上近的路，保证30分以内送到位。所以画一个范围，讲阮的店中心这个范围内，保证30分内送到位，若无免钱。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伊去发明一种保温箱，放伫车后斗，所以，互即个披萨送到客户的手也是烧的。咱食冷的披萨，咱拢无欢喜，所以保证讲披萨到恁兜也是烧的。第三，伊改善一种纸盒仔，甲披萨放伫即个盒仔底，伫赛车顶动的时袂去破去。第四，伊迄个价小合理，大家人拢法度接受。伊真认真来经营即间店。经过8年，对一间店到60间，增加到60间。到伫1978年的时，增加到200间的店。到伫40年后，2000年，拢总是1300间的店。伊趁真侪钱，伊成功啊！总是伊袂记咧上帝。有一日，伊第2个梦嘛达成啊！伫1983年。伊甲美国迄个底特律职棒底特律3队，咱人看职棒拢知 Tiger 老虎队，伊甲迄个球队买落来，伊毋但诚做选手，伊诚做球队的老板。伫 Tiger 这队，隔年1984年得到全美国国家联盟美国联盟的总冠军。伊的生意到伫2003年，拢总是美金4亿营业额，到伫2004年。伊成做全美国第2大披萨连锁店。2006年，伊伫全世界50国，拢总有8238间店。台湾嘛有，达美乐电视店咧广告，嘛是伊的店，属伫伊的因的迄个组织的店。伊剩一个愿望，就是伊甲上帝关系，伊要成做一个神父，总是袂记咧上帝啊。有一日，美国政府颁奖予即个人，伊讲即个人，美国政府伫遐表扬伊，讲即个人是对孤儿开始一路奋斗成功的一个企业家，
毋若先讲，伊真热心伫迄个社会公益。伊帮赞真侪送养人，设立奖学金，互遐囡仔读册，有真侪社会公益，即个人拢咧做。所以颁一个奖来表扬伊。伫伊得到奖迄日，伊忽然想到一样代志：，迄个捌帮赞我的修女，毋知伫倒落。40年久，伊袂记得伊的恩人。伊忽然中间，伊来想起即个人，然后伊开始敲电话问讲：，即个 Sister Barbara 伫倒位？有人甲伊讲，迄个修女已经过身去啊。所以伊继续探听，有人讲要袂，伫一间养老院内面。所以伊得到即个消息了，伊马上用车队来到即间养老院。伊伫遐找到即位修女，伊面头前讲感谢上帝，互我有即个机会来甲你报恩，报答你即个恩情。有时当咱成功的时，咱袂记得捌帮赞咱的人，咱只有一味要趁钱。即个修女伫遐甲伊讲我知影有一日你一定会成功，会转来看我，因为40年来我逐日替你祈祷。我伫1992年的时，伫台南东门教会伫遐受三福的训练。个人担当训练，全教会拢总有差不多400-500个人，只有6个人受训练，真辛苦。三福迄个队长训练拢爱有2个基督伴，2个人替参加受训的人祈祷。迄当阵有一个基督伴，我真好诶，教会内底兄弟，伊甲我讲，伊对迄日开始，1992年开始，还是93年开始到今仔日，伊逐暗拢替我祈祷。现在姊妹有时咱替人祈祷，会感动上帝。所以即个修女甲伊讲，有一日，我知影你一定成功，会转来看我。他嘛是伫遐甲伊讲我今仔日转来看你，转来找你，是要转来忏悔，因为我人生的特殊，我将迄次要，将迄第3要紧、第4要紧，我甲放伫第一，将第1要紧的袂记，将事业、将趁钱、将趣味放伫第一，反倒将第1要紧的上帝，我甲袂记。今仔日我转来是来遮甲你赎罪。迄个修女伫遐帮助你福道信仰，互伊知影人灵魂体迄个特殊袂使乱去，灵永远是上悬的，灵甲上帝往来管魂来管体。所以咱有时咱将灵放一边，咱的魂、咱的体就真危险。他嘛开始转到教会读圣经、祈祷、定心信仰的生活，热心服侍上帝。所以，人来掠做讲，我的成功是靠我咧拍拼出来，我的成功是靠我家己熬，人是无法度谦卑甲上帝相合行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上帝恩典施落伫咱的身上，咱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囝耶稣基督欢喜对迄个上悬的所在落来参咱相合行，是咱的主大圣谦卑落来，耶稣基督谦卑顺服到伫死。一生就是谦卑甲上帝相合行，上帝囝要阁谦卑到即个程度，何况是咱？伫上帝面前谦卑，就是常常感觉讲我不配，常常感觉讲我需要上帝。第三，伫上帝面前谦卑，是先除了讲承认我是出于上帝，我需要上帝，最后我要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来互伊使用。亲像罗马书12章第1节所讲。讲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，劝恁献家己身躯做祭，是圣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谦卑就是倒转来拍败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愿意奉献予你。哇，这是甚物？哇，这是代表死，只有死才会当献予上帝。伫人内面有真侪迄个自我、骄傲，迄个老我爱甲基督同死。所以，咱看罗马书第6章，甲咱讲真清楚，讲咱要成做上帝囝儿，咱的确爱经过洗礼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洗礼什么意思？洗礼就是咱甲基督同死，所以咱若唔肯接受洗礼，就是你唔肯甲基督同死。只有我迄个老我死，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生命，才会当进入到我的内面。所以，洗礼唔是一种的资格论。讲我已经够资格啊！我规本圣经拢读过啊！我做了袂歹啊！毋是安尼要互上帝接纳，
洗礼是谦卑，感觉讲我家己实在无法度，我实在不配，毋是感觉讲我已经到一个程度，我满足啊，我会当啊，毋是。咱看规本的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内面有真侪只受洗的人，无一个是因为感觉讲我已经够资格啊，我才来接受洗礼。就是谦卑伫上帝面前讲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救恩，我需要基督宝血来洗清我，我需要甲你同死、同埋葬、同过活。今仔日伫这个世界，上帝继续去超越这款的人。台湾基督长的教会到台湾已经是148年，我常常伫想，140几年前，才到台湾来做宣教师、遐医生、遐博士、遐英国剑桥的毕业生，因无看轻台湾这个都市，因无看轻台湾当时迄个文化真假，因欢喜将因的性命奉献予台湾。伫140几年后，咱才见证因的奉献无几日空空。伫140几年前，遐宣教师会当伫英国过着真快活、真舒服的日子。因是安怎爱来到台湾，直接拄着困逼，互人骂、互人拍、互人破屎、互人拒绝，是安怎？因欢喜谦卑，诚做志愿上帝的奴仆。因若只有头两项，我出于上帝，我需要上帝。因还有第三项，我要归回伫上帝。今仔日。世界上帝咧超越即款的人，永远无掠做我的性命奉献是无彩，永远无掠做我的才能来做即款代志是无彩，我的金钱来做即个事工是浪费。上帝咧超越即款人，伫上帝国度永远无浪费，为了救人灵魂所付出的代价，永远无几日空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求主感动咱，互更较侪人愿意伫即个世代继续上帝使用。伫上帝国度欢喜谦卑，诚做伊的器具，参咱的上帝三角行，来听伊对咱讲话。伫咱所行的路径，伫咱还未后悔讲我一世人是为什么来活进前，咱会当赶紧徛起来，谦卑到主的面前，跪落来，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要倒转来献做活祭，我要欢喜为伊来活。但教会公报社是128年前，把克里牧师所设立。当时的名叫做聚珍堂主叮咚3字我毋知影当时号这个名是什么意思。检察讲是自集珍宝伫天堂，无定是迄个意思，我毋知。所以伫当时，巴克牧师设立第一份的报纸，就是教会公报。这是128年前，是台湾第一份的报纸。对英国长老教会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台印刷机，伊运过来了882年还是83年运过来了，伊佫等巴克的牧师等到伫英国来学习去印刷，后来伫台湾伫公司11年，1885年开始来设立这份报纸，到今仔日，这份报纸一礼拜发行量是22000份，伫前几年，阮本来是订阅，一年爱1800块，总是伫3年前，阮改做正月赠送，你若爱。你若有需要，公报社就送你。所以对迄个5000多份，到今仔日22000份，这是第一个阮的事工。阮对今年开始，伫教会公报内面，阮佫有加一份甜蜜亲子报、甜蜜亲子报。是安怎要写这份报纸？阮真看重这个幼儿教育。问讲，父母也是阿公阿嬷的信仰，迄个信仰的传承、信仰传承足重要。真侪咱的孙仔、咱的囡仔无来教会。所以，咱管这份报纸用真，互囡仔真爱读的这文章，陪他一起过暑假。我在开心农场打卡，伫后面阮有一份，你伫家庭内底要安怎做 ice cream？ 你会当伫家庭内面用边角、用盐去买盐，用边角来做 ice cream， 因为边角甲盐斗阵的时是零下20几度、25度，所以有时候真冷，所以伊迄个。用芒果汁加较落伫外口伫内底安尼会当互冰点降较真低，你伫厝内底会使做 ice cream。所以，望这份报纸会当帮助咱信仰的传承。另外就是阮伫今年有出一本册，到即马全台湾咱的教会拢有咧使用迄个儿童百节金句，内底就是每一只金，阮选110个金句，
每一则金句有和合本，有白话字，有台语汉语本。所以你若读白话字、读台语汉语本，你会使同齐学习白话字，真简单。上下口有英文，即个英文是伫美国迄个 Holy Bible， 迄囡仔的英文，8岁年龄层的英文，真简单的英文。所以每一则圣经节有4个版本，伫上下口，阮找5个牧师甲写，即则圣经节你甲囡仔讲啥？即本册你爱去甲老师，自己学老师，每一则圣经节拢爱背过3遍，老师遮会使你甲你签名，是安怎背3遍？因为一则圣经节，心理学家讲，你若无共时间背3遍，到真大汉拢也会记。咱有真侪圣经节拢是咱自己学时背，所以每一则圣经节无共时间背3遍，老师甲你签名，签名了，阮希望教会自己会当送学生一个礼物，鼓励，互上帝话会当对细汉开始就刻掉伫遮囡仔的心内。所以这本册应该足水，公布社互教会第一届团购的只有卖48块。人讲你哪要卖遐尼俗？讲主要就是要互囡仔，阮这本册就要互囡仔背圣经节。这是阮的时光量话，我相信迄个新眼光读经书册，咱拢知，这一年拢总4期，一届发行5万本，所以一年发行20万本。另外，阮阁有对去年开始，阮有一个 TCNN 网络电子报。所以你若有电脑的人，我望你会使甲拍台湾的 TCNN， 你甲搜索内面出来上面顶抓着台湾基督教教会电子部，你甲设定伫我的最爱内面，你逐日拢会当看到咱基督教会上新的消息。因为咱的公布一礼拜出一届，但是网络电子报是逐日，甚至若有新的消息，阮就是更新。所以望咱当设立我的最爱。最后，阮的时间更新，我相信咱大家拢知。对1996年开始，5000份开始，到日即仔一礼拜发行量19万份。阮后壁拢有写即期出几份，拢有写伫后壁。到即仔一礼拜发行量是19万份。阮真期待到年底以前有法度更新到20万份。所以一礼拜20万份，表示一年有1000万人次看过更新。而且我爱甲大家拜托，就是更新看完，望咱莫单调，你甲录入恁兜隔壁的信箱，你关心什么人家庭？恁甲录恁兜的信箱，还是讲你的同学，你感觉你要会当出来教会，你送互你的同学，还是你的同事？圣经讲保罗财前，后保罗压水，上帝互伊大长。当时要大长，咱毋知，总是咱有做财前的工作。大长是上帝的时间表，所以望咱当做这个工课。更新阮伫今年有接一份，有一个慕道友写批来还讲，伊看更新看甲足感动的，伊想要来教会，望阮甲介绍教会。所以阮的同工伫遐找伊的主旨，上近的教会就是圣望教会，陈丰辉牧师的教会。所以阮就甲介绍，写批互伊，叫伊去迄个圣望教会。无偌久以后，伊写一个批来还，讲因全家5口拢去圣望教会，毋若近，伊佫带伊的朋友嘛去圣望教会。所以更新有做足侪足水的事工，望咱会当通过更新引带佫较侪人来教会，来进入上帝国度。阮遮个事工一年，阮拢是免费的哦。我拄才讲，遮个事工拢是免费，拢是正月，所以一年需要3600万的经费。而且，我嘛爱甲大家说多谢，伫咱过去，将恁教会通过恁的关心、大道奉献，互福音的事工会当透过文字传达到台湾每一个所在，甚至世界有台湾人的所在。而且，佫一遍甲大家说多谢，望咱会当关心这个事工。阮伫内面嘛有业一张迄个信用卡迄款的奉献方法。其实你一个月若奉献200块，我相信毋是介济。一个月200块，连学生都做会到，还是要500块拢会使，会当诚做公报社为了福音长期阮的赞助，而且佫一遍甲大家说多谢，多谢。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受你拣选。阮会当体验伫阮的生活内面，时时会当经验上帝你参阮三角之地。总是阮伫你的面前，我嘛感觉阮的不配，阮的污秽，阮常常自私放纵、骄傲，无行公义，甚至阮有时阮袂记你上帝。多谢你伫阮也是罪人的时，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儿女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，用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性命来放伫阮的内面。主啊，阮透过会早起的信息。
阮恳求你，互阮每一人，阮搁较知影，谦卑甲上帝相合行，就是阮承认，阮出于上帝，阮需要上帝，阮要归回你上帝。愿主是阮祝福，伫阮所有的人。愿上帝你的信息搁一遍感动阮，互阮会当谦卑参上帝相合行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